圣诗第42首。咱即摆进入即个大港节期的中间，所以咱会当吟唱属于大港节福建国家所写作的圣诗甲曲调，这是巴西所写的曲啊吼，咱做伙来吟哦。请来耶稣万颂歌，救主你叫主上万款的一切阿片，我命你的保守，来靠帮受难的同胞，就因出黑暗的夜，你也要我看不可惜的明天，你先无天。这个有点仔半音，有一些半音吼，这是这个巴西的歌，特别是民谣，真特别的所在吼。所以咱可能无真熟，总是咱会当过来吟一遍啦吼。咱来读第20节的歌词吼，第20节的歌词来，请来耶稣你做罗卜，互世界得新创造，互万国拢得新活命。正邪恶归顺真道，求你开光明的将来，你胜国逼君目前，除去一切人类理想，惊吓中毋忘得胜。好，咱来吟第20节的歌词，第20节。耶稣你做罗卜，互世界的新创造，互万国因你活命，正邪恶看你真道，求你开光明的将来，你先国的君目前。这时，咱过来吟唱圣诗第56首。这条歌咱就可能搁较熟，晚近圣诞节的时阵，咱来吟唱啊。所以，当咱唱到这个副歌欢喜的时阵，爱真正欢喜起来哦，就是唱到欢喜，就爱欢喜起来，那胜过伫咱唱迄个悬的所在，真好哦。来预备，来。车行天山。欢喜的声，救主自心来比的声，最有声音，心在何处？蓝调路，救主自命，欢喜。副歌的部分吼，这个我会请圣歌队这边来当唱悬的迄个旋律。这条歌听起来就真有气势吼。愿上帝帮咱，互咱
伊的欢喜就伫咱的生命中，请咱陪伴咱的心。咱安静咱的心，来陪伴今仔日的礼拜，请老师照讲。点接请拿洗礼的遗体，黄巧玲李君怡到头前。比着讲，主啊，若真正是你命令我行水面去你遐，耶稣讲来，比着落去水面，总是伊一个看到风遮尔大就惊，煞要沉落去，大声喊：主啊，救你哦！耶稣随时伸手甲伊扣着，讲：小信的人是安怎咧交伊？这是大港节的第二主日，这支六节叫做信心。愿信心的光，互咱每一个人生命中照出来。咱做伙祈祷。主，你知我的小信，虽然我对你只有小信，总是求你使用，互这小小的信心。就亲像六节火，照光射进黑暗的所在，奉主名求，阿门。咱来吟圣诗第42首，请来耶稣愿所毋忘，会将车起立吟全首。
师道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咱的启用文第44篇，当时是以赛亚书第40章，我来启就将来伊。恁的上帝讲，要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因的罪责已經還清楚。有聲話講，要佇曠野準備上主的路。逐個山谷攏要跳好甜。彎彎的要解好滴。上主的陽光一定顯現。上主要親自宣布，有聲講，你着宣布。着講，人攏親像草。草袂焦，花袂謝。草袂焦，花袂謝。报好消息予惜安的人啊，着上关山。着大声话，毋免惊。看，至悬的上主要带大官员来临。看，伊抢转来的人，要甲伊做伙来。伊免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咱三甲阿头祈祷，创造宇宙万物，你掌管人类历史的专业的爸上帝，阮满心感谢阿你，因为你使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救主。这个耶稣的救赎定死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且着我担当阮的罪过。互阮有永生的盼望，搁赐互阮活命甲信心，互阮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2个主日，阮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的拯救，阮的牧者，阮的配搭，搁是阮绝世的帮助。感谢你怜悯阮，帮助阮，赐配搭互阮，阮伫个疫情的中间，你愿使后到野的稳定，搁用你的大配搭的双手，将阮扶住，会当，互阮会当来靠伊徛在。祝阮今仔日借着吴牧师的信息透放，求主用柔我的嘴，搁赐互伊有属灵的智慧，搁信心的同在，互阮会当学习谦卑、顺服，
忍耐的功课，互阮公的心被拍破，心智互你来过牛换新。主伫即个所在，阮恳求天父上帝临在阮的中间，佮引带阮，互圣神伫即个时阵来帮助阮，互阮的心灵拢得到平安。也求主你开阔阮属灵的目睭，互阮会当看见这世上的万物万事，互阮不论处在什么状况，拢会当得到你的保守。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愿你的国降临伫台湾，愿你将王权坐华位，拯救台湾每一个失丧的灵魂，互万百姓因为你的拯救得到真正的平安甲福气。无搁沉沦伫拜五上，如主赐福国家的领袖、政府官员，互因会当行公义、好怜悯，使互阮有一个良善的社会环境、安定的政治甲经济。若是合主你旨意的，求主成全；若是出于迄个歹的，求主你来阻挡、看破。阮安尼来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咱来看上帝的话，伫创世纪第44章第1节到12节，另外一节是30节到34节。同主的名，约瑟交代管家讲，你着照因带会起的分量，将粮食甲因逐个人的布地入铺垫，搁将逐个人的银落伫因的布地口，将坏银的酒杯落伫迄个上少年的布地口，因为五国的银嘛煞落去，下落去。管家就照约瑟的吩咐去做，天一个光，遐个人送约瑟的兄弟，甲因的女仔离开，因出城行无偌远。约瑟甲管家讲，赶紧去追击遐个人，击着，伊就甲伊讲，恁是安怎样用歹报好？恁若偷摕阮主人的银杯，这是伊啉酒用的杯，嘛是卜卦咧用的。恁安尼做真毋对。管家叫伊将伊的话甲因讲，因应讲先生，你若会安尼讲，你的仆人绝对袂做即款代志。管家讲好，照恁的话做。伫什么人遐敲定，迄个人就做我的奴隶，其他的人无做，因赶紧将布地搬落来涂骹。遐个人将伊的布地解开，管家就对大个开始敲甲碎。迄个银杯竟然伫白雅恁的布地内敲着30节。阮老爸的性命甲即个囡仔的性命隔3年。当阮转去你的牧民阮老爸遐，若即个囡仔无甲阮做伙，阮老爸看无伊，阮老爸一定会死。安尼就是阮互你的牧民阮老爸白头毛凄惨落阴间。你的牧人有对我的老爸报即个囡仔讲，我若无带伊转来交互你，我愿一生担即个罪，当求你允准你的牧人留咧，替即个囡仔做你的奴隶，互伊甲因的兄哥做伙倒去。伊若无甲我做伙倒去，我哪敢去见阮老爸？我不忍心看着阮老爸拄着即款灾祸。愿主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赞美，请圣歌的正天吟诗。
应当请郭牧师伊要传讲的信息是云飞的试验。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爱多谢咱昨昏有真侪兄弟姊妹，甲我做伙去报佳音，以及来到遮吼，有做伙做这个祈祷会。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伫这个瓦棍圣诞节的过程内底，真正伫这个黑暗搁冷的天气的中间，真正得到上帝温暖的祝福。求主会听，就甲咱做伙伫地。今仔日有比进前迄几工搁较冷，所以今仔日其实搁较需要温暖，对无？对嘛吼？啊，所以咱也会使，咱会当迄个我讲过吼，咱会当练习甲附近的兄弟姊妹压着迄个比你的手较小的迄支手为止，安尼就当转来啊吼。啊，所以等者你的手，等者准备好势，会当甲附近的兄弟姊妹握手，然后握着比你较小的迄支手，你就当讲多谢，多谢你的温暖，吼，安尼会使袂？啊，当时你也感觉无方便吼，有的人可能无啥方便，不要紧，会当免握手讲数就好，好无？吼，即时开始，多谢。你会较小。爱记住吼，咱若欠缺温暖，这个期间都爱加甲别人接触吼，因为靠家己有当时啊烧袂起来吼，爱有当时爱小可我靠一个别人较有法度吼。做伙来祈祷，做伙来祈祷，做伙来祈祷。主，阮相信你的听甲温暖会入伫阮的生命中，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当即群兄弟带便雅悯要出迦南的时阵，雅各对因的祝福是安尼讲：创世纪43章14节，愿咱做伙来读啦，好来，愿全能的上帝，互恁得到迄个人怜悯。面对无法度预测的未来，雅各祈祷上帝讲：主啊，求你怜悯。怜悯原文的意思是老母的主公，所以就是亲像互迄个怜悯，就是保护伫内底的对啊，上帝保护伫内底。当约瑟看到伊久年无看到的小弟便雅悯的时阵，伊也为伊来祈祷讲做伙来读43章第29节来，做伙来读来。少年人，愿上帝施恩予你。这个兄哥看到久年无看的小弟，就祈祷上帝讲：上帝啊！你爱赐稳定福气予伊。咱爱知影即两个字，即两个祈祷后来伫圣经内底就变做真要紧的两字。即两个字通常若讲到上帝的话，圣经拢会安尼来出现即两个字。中文通常翻译做稳定甲怜悯。就是即两字啊！伫中文内底通常翻译做稳定甲怜悯，就亲像上帝现身对摩西讲上主，出来记34章第6节，做伙来读来。上主有仁慈稳定的上帝，仁慈稳定其实原文就是怜悯稳定、温福的主。
就是先知伫遐咧爱以色列人爱回转呼吁的时阵，约珥书第2章13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着归向上主恁的上帝，因为伊有恩惠怜悯，共款迄两字拢出现。上尾甚至就亲像迄位受气的先知，伊向上帝抗议讲，约拿书第4章第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是因为我知你是有恩典的上帝，充满怜悯。有无？咱一直读着恩典、怜悯，总是先知是伫遐咧抗议，抗议啥？啊，我就知咧。我就知影你一定会赦免因，总是约拿就是无想要爱上帝恩典甲怜悯临到尼尼微啊，所以伊才会逃走。这是约拿书的故事啦吼，迄个我直接就无要加讲吼。咱若有机会讲到约拿书，也是咱读着迄个约拿书的记述的时阵，咱就知影。所以以色列甲约瑟就互便雅悯两个真意义、真深远的两个祝福。这两个祝福就是恩典甲怜悯，就是毋望因所听的人会当得到上帝所予伊上好的未来。然后，这个上好的未来也是上帝本质哦。咱来知影这样代志哦，这个上好的未来也是上帝本质。总是即时伫便雅悯身躯顶头，爱面临一个真大的挑战。创世纪44章第1节到第2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约瑟交代管家讲：你着照因带回去的分量，将粮食甲因逐个人的布袋入乎田，搁将逐个人的银落伫因的布袋口。将我银的酒杯下伫迄个上少年的布袋口，伊买5国的银嘛煞下落去，管家就照约瑟的吩咐去做。因昨暗时拄好做伙食宴席，真欢喜。然后过工咧，过工约瑟就调工。就要送因转去迦南。伊调工将这个银的酒杯就放伫下伫便雅悯的布袋口内底，其实就是要试这个兄弟。即群兄弟若拄着这款代志，因会安怎做？因当会重新过来一遍，陷害。也是无顾因的兄弟咧，因当会因为便雅悯伫埃及得到真好的款待，就放杀伊咧。这就是银杯的试验。所以过工，约瑟找这兄弟就离开。创世纪44章第4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因出城行无偌远，约瑟甲管家讲：赶紧去追入遐个人，入着就甲因讲：恁是安怎用歹报好？这个入其实是下问音嘛。咱台湾人真侪人讲辱，对无？辱，迄个辱。要辱迄个人吼，迄是台湾的口音，总是入其实是下文音、下文音，吼。啊，这个是古早台语咧翻译的时阵是下文来，用照迄个下文音来翻译的，吼。所以是入啊，所以咱读的时候感觉怪怪对无？哦，入总是这个是下文音的关系吼。管家就约着即群兄弟，就指控因讲：恁偷摕哦，恁偷摕阮主人的迄个银酒杯啊！
这个兄弟，这群兄弟的坚决否认，因甚至安尼讲，创世纪44章第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的仆人中间无论啥物人，互你抢着，就互伊死。我嘛要做你的奴隶，因为着要证明家己无辜啊，所以甚至提出更较严格的条件。因为这个仆人是讲啊，我抢着迄个人做我的奴仆对啊。啊，这兄弟毋是呢，这兄弟讲，着好死。啊，阮才会来出呢做你的奴隶。这甲当年雅各离开拉班的厝，拉班伊的阿舅啊吼，雅各的阿舅，拉班带大队的人马，约着雅各当时所讲的话真类似。创世纪1章32节，总是当年拉班并无抄着，这摆毋是哦吼，这摆抄着啊。当年拉班无抄着。这摆有抄着，创世纪44章12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管家就对大的开始抄到碎。迄个银杯既然伫便雅悯的布地内抄着，所以咱会知影迄个去用抄着的时阵，我相信便雅悯当时一定有出声讲无啦，无可能啦。总是伫整个故事内底无哦，便雅悯到这个时阵犹原无声音哦。这通互咱联想起这个管家伫昨昏所讲的迄句话。管家是安那应答即群兄弟的？伊讲是上帝将财宝藏伫恁的布地内。所以，亲爱兄弟姊妹，银酒杯。是试验，总是有可能变做财宝，稳重的财宝。是安怎讲？因为伫即时，即群兄弟真正的财宝，就是找到失落的玉石。听有意思无？即群兄弟上亏欠的，就是因失落的迄个兄弟。所以，即群兄弟真正稳重的财宝，上大的财宝，就是找到迄个失落的玉石。所以，这个时阵，即群兄弟的选择就真要紧。假使因若会当通过这个银酒杯的试验，我相信因就会找到财宝。总是玉石。这个局带咧，互即群兄弟的神经来，咱来知影因是无辜的，过去因是有罪对无？总是这个时阵，即群兄弟是无辜的哦，因为迄个上得着人疼、上衰的迄个兄弟，竟然骹手无清气啊，对无？伫伊的裤底内吹着啊，骹手无清气啊，总是毋知影因却是安尼回应这项代志。创世纪44章的13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看到安尼，因就拆你衫，将物件互奴才倒去城内。所以对即群兄弟的行动内底，就知影因已经改变了。古代近东的人用拆里衫表示因极端的哀伤。这兄哥看到即款的情形，搁伫因上细汉的兄弟裤底内来找着，因用这个行动来表达一项代志。因唔愿也唔肯互便雅悯一个人担当这个罪名，所以因就做伙转来面对约瑟。创世纪44章16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犹大代表即群兄弟对约瑟安尼讲哦，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犹大讲：
阮要袂当对我的主讲啥物，阮无话通讲，嘛无通辩解。上帝已经查出你的仆人的罪过，阮甲迄个互你超着阮尾的，拢要做你的奴隶。所以犹大代表这群兄弟，约瑟的面前来表白讲，上帝已经查出你罗卜的罪。这句话怪怪哦，怪怪哦，因为实际上是上帝啊人超着，毋是上帝吧？总是保能这位列比的学者，伊认为犹大讲这句话的意思，就表达因承认甲因做对头的人是上帝用来使用公义的工具，上帝才是真正的审判者。因愿意公开承认这点，并且接受判决，就表示因的悔改甲伟大。因的回应就表示，另外有一个表示，就是阮袂互阮的小弟来单独承担这项代志。所以，就是约瑟搁互因自由，要放因自由的选择，只有便雅悯需要留落来，其他会当放。总是因嘛无答应，所以这才开始犹大伫约瑟的面头前真长的回应甲恳求。犹大大声提起因明白约瑟即时伫埃及的地位。犹大安尼讲，创世记44章18节，你甲埃及王平有关并，总是伊嘛要安尼来讲这个代志。当因一定爱带便雅悯来埃及的时阵，创世记44章27节到28节是安尼讲。犹大的讲法吼，来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的仆人，阮的老爸甲阮讲，恁知我的某甲我生两个囝，一个离开我，伊一定互野兽疼碎啦。到呾我腰毋捌，搁看到伊。即句话嘛有真特别，咱来知影。雅各娶几个某？结果伊讲，恁知我的某，伊指的是啥物人？伊指的是啥物人？雷吉。伊虽然娶4个，总是伊心目中，伫伊心目中只有一个，听有意思吼？总是。虽然安尼，虽然雅各是遮尔偏心，到这个时阵，的兄哥嘛无遐尔伫意，因想的只是老爸的心，听有意思吼？然后雅各一个讲着讲，伊一个想着约瑟互野兽疼碎，伊的心疼，就互伊毋肯受安慰。我相信约瑟听着伊咧讲。犹大咧讲因的老爸这个讲法的时阵，伊心内冰山一点一滴就扬起啦。创世记44章29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当恁阁将这个带去离开我，那伊拄着灾害，就是恁害我白头毛，凄惨落阴间。所以犹大的整段的讲，伫约瑟面头前的讲述，充分流露出伊对老爸的怜悯，甲对便雅悯的疼。落阴间是古早以色列人的宇宙观。这个宇宙观是咧讲，上帝还未做天地进前世界。
就亲像看无边无界的大水。创世纪第1章第2节。总是当上帝创造天地了后，伊就将大水分做天以上的水。看到迄条线无？乌乌的迄条线吼，天顶头有水，迄分开哦，吼，这是创世纪的宇宙观哦，嘛是当时的人的宇宙观哦。天以上的水，甲天以下的水，天以下的水，然后地是平面铺伫天以下的水顶头。听有意思哦，就是亲像安尼，这张图就是安尼。然后天以下的水自集就称作海。这个宇宙观拢对创世纪来，创世纪第1章第2节、第7节、甲第10节。然后阴间呢，所谓的阴间，爱参考约拿书第2章的第2节，就是伫迄个天以下的水。咱看到吼，天以下水下面有乌乌的所在，对无？迄个乌乌的所在，就当时的人来看，迄叫做阴间。然后，这个阴间是死人所住的所在，所以这个宇宙观，古早以色列人的宇宙观，通常伫传统顶头就叫做三赞天。三赞啊，吼，三赞天就是安尼来的，吼。这是传统的讲法，然后这种宇宙观的想法流传真久，伫历史上一直有人要提出挑战，总是拢无法度。直到哥白尼，伊伫临终进前发表的《天体运行论》，才来推翻这种宇宙观，才造成现代人的宇宙观。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咱来知哥白尼是啥物时间吼？哥白尼已经到15世纪啊。近代人的宇宙观甲这完全无共啊。咱知影有月球、有太阳、有火星，然后咱嘛知影，咱只是整个宇宙内底真小的存在。但是古早人的宇宙观毋是安尼哦。15世纪进前的人其实毋是安尼，然后这个圣经的宇宙观其实影响这个世界真久长的时间。所以伫遮咧讲的阴间，其实是咧指这样代志。上时嘛咧指迄个所在，就是伫地下真黑暗、真深的所在。犹太线就是安尼讲，创世纪44章30节到31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阮老爸的性命，甲即个囡仔的性命隔3年，当阮倒去你的仆人阮老爸遐，若即个囡仔无甲阮做伙，阮老爸看无伊，阮老爸一定会死。安尼就是互互你的仆人阮老爸白头毛。凄惨落阴间，犹太恳求约瑟原本通做迄个恐惊忧愁，要找到老爸，因为伊甲即个少年的命3年，所以伊必然会死。检采过去即群兄弟并无注意因的老爸，总是当因要将便雅悯带出迦南。因甲因的老爸雅各产生真大的冲突的时阵，因才理解到，原来伊的老爸对约瑟甲便雅悯以及偌结的疼有偌深。所以刷落去犹太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32节，做伙来读来。你的仆人有对我的老爸保这个囡仔。讲，我若无带伊倒来交互你，我愿一生担这个罪。伫约瑟的面前，犹大重新讲起伊
捌互雅各的保证。上尾一句应该安尼讲，应该安尼翻译做：我着永远得罪我的老爸。马丁路德捌安尼讲上好的枕头就是清气的良心，就是你倒落的时阵，会当诚实面对家己甲上帝啦。上好的枕头啦吼，当然我知影迄个即摆市面上有真侪上好的枕头卖真贵吼。总是我要大家讲，上好的枕头有可能就是清气的良心。当年犹大联合伊的兄弟，伊主张爱卖掉约瑟，欺骗老爸。当犹大甲即群兄弟明白所有过去掠做稳重的罪，有一天拢会互人来掀开，所以伊嘛唔愿搁背即种罪，逐日来过日子的生活。听有意思吼？伊唔愿，我无爱搁做，逐日我倒落去，我想到的就是我的兄弟凄惨的叫声。所以犹大安尼讲，创世记44章3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但求你温准你的仆人老弟，替这个囡仔做你的奴隶，互伊甲伊的兄哥做伙回去。这句话就证明犹大已经悔改，愿意改变。过去伊无少约瑟伫迄个坑内底咧啼哭、咧喊话，鸡仔无听见。硬心就主张爱卖伊的犹大，但却安尼讲：我愿意替这个囡仔伫遮做奴隶，请互伊甲即群兄哥回去吧。创世记44章34节，就是咱所读到上尾即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伊若无甲我做伙回去，我哪敢去见阮老爸？我不忍心看到阮老爸拄到即款灾厄。犹大这个问家己的即句话，拄拄强烈表达伊无法度互便雅悯留伫埃及，家己转去面见上老爸的心。Westman 这位神学家讲了真好，德国的神学家，伊讲，伊认为约瑟的故事真稳重，有一条路，对咱讲，啥物会成做一个族群，或是一个家庭，或是一个教会的开始，就是除非有人愿意承担苦难，弥补迄个破裂，才有可能。上帝伫犹大的良心做工，互伊学着过去伊因为怨愤、嫉妒所犯的罪。相信这几年，这个罪不断伫伊的心内底咧来刺插，特别当伊看见年老老爸的痛痛，搁较加深伊良心自我谴责。所以，这拄拄好是犹大甲即群兄弟赎罪的路。约翰捌写主耶稣所做过一个故事，虽然神学家拢认为这个故事是安插落去的，但是这个故事真有意思。伫约翰福音第8章内底。伫遐记载，今仔教师甲法利赛人将一个行淫的女子带到耶稣的面前，问伊讲：摩西律法是教阮爱用石头拍死伊。你安怎讲？耶稣并无回应，伊只是压身伫涂骹写字，用枕头写字。约翰福音书第8章第7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
因直直甲伊问，耶稣就徛起来，对因讲：恁中间无侪人先摕石头甲伊钉。然后问即句话问了，耶稣阁继续压身伫涂骹写字，直到所有的人拢离开，只有剩迄个负责人。主耶稣就问伊：遐个急要定你罪的人伫倒？因有定你的罪无？约翰福音书第8章11是安尼讲。做伙来读一段经节来。伊因讲：先生无。耶稣讲：我嘛无甲你定罪，你转去，以后毋通阁犯罪。亲爱兄弟姊妹，我要大家讲，这叫做稳定甲灵敏啊。这就是稳定甲灵敏。虽然内底拢无写出来。主耶稣对这个负责人，就亲像一个真慢的稳定甲灵敏。伊伫真侪人论断指责的声音内底，灵敏看向一个受伤的负责人，改写伊的命运。主透过安尼要对伊讲：你有罪，总是无互人定罪。虽然你看起来将所有的代志拢变做歹，总是你是值得互人相信的人。所以你虽然破碎，总是你犹原有价值，互人听，互上帝听。主耶稣并无对这个负责人讲你无罪哦，毋是哦。总是，伊是对伊讲：我嘛无定你的罪，去，莫阁犯罪。即款的稳定甲灵敏，用过去无人想过的温柔，改变一切。智慧的人是安尼讲，箴言第10章12节，做伙来读即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万分惹起纷争，仁爱惹砍拢总的过失。主耶稣基督钉死伫十字架顶，拍碎背叛，将伊家己互人。犹大伫遮约瑟讲：我愿意替便雅悯承受所有的罪。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啥物是真正的疼？疼袂当只是出对喙，疼嘛绝对袂出现伫怨恨甲争分的内底，总是疼会出现伫甘愿为人牺牲的时，疼爱正做十字架的款式才有意义。所以这个时阵，即群兄哥的处境，就亲像有一句话安尼讲。厝漏拄着透明雨，总是我真爱近代基督教作家安波斯肯伊所形容的，伊讲疼会当惹砍所有破碎的厝顶。虽然是无毋得有可能，咱毋茫会当起真好的厝，总是。检查有一天，这个厝拢会破碎，破去，阁无要紧，有当时阁拄着透霉落雨。总是愿上帝会疼修补咱的性命，互咱破碎的心甲厝顶，拢通得到热坎甲填满，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当阮读到约瑟甲伊的兄哥的故事的时，阮会想起阮的性命。阮的性命中有时嘛有拄着破碎、怨恨的纷争。阮有时甚至互阮所疼的人伤着，直到阮毋知
无法度来讲出阮心内底的话。主求你帮助阮，因为阮相信，真正的听会修补，会惹早所有破碎的厝顶。我嘛相信你的听，你的稳定甲怜悯会惹早阮破碎的心。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点伫我心。咱三个来吟诗圣诗第56首，请听天使欢喜的声。从请起立，吟全首。
现在建议陈世颖技术。会场请起立。咸汤白白顺德，虽然不达结夫前，愿你甘那愿所献。阿门。咱直接来奉献的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当我即阵来到你的圣殿，献上阮淡薄的金钱，求主你感纳，互阮遮的金钱通用伫阮所爱使用的顶面。当阮的祈祷是用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会场请坐。来报告大圣，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万分野气纷争，人来野胆野坎，拢总会过实。箴言第10章第12节，请。万分野气纷争，人爱野坎，拢总会过实。箴言第10章12节。万分野气纷争。人来野坎，拢总会过实。箴言10章12节。咱来看第2啊。
后礼拜的服侍人员，咱请咱家己来看周间的聚会主日学，甲小组的聚会表，伫第2页奉献的名声，伫第2页遮，若有顶台，则甲总集甲办公室来更改。消息报告，本主日是大港节第2个主日，大港节第二期的6节。今日中昼小会12点30分，伫701教室来召开，请小会员来出席参加。12月定期的中执会是书面的报告，请各部将报告交伫办公室。后主日是大港节第3个主日，点第3期6节。台语礼拜点节的人员是新任的团契首长，花语场点节是敬拜团。练习的时间是上午8点20分，甲10点30分。消息报告：服务团契专题分享，教养相对论，先懂孩子再懂教。生活中间常常看到教育的难题。今仔日下晡1点伫高楼合班的教室，黄正昌老师。因年奉献关系的日子，是伫12月29号，是奉献杂志的日子。但是你若使用信用卡咧扣款的请伫咧12月15日，即天后礼拜日，一定爱来奉献，一定爱来奉献。若超过奉献，都会列伫咧明年度的，会列伫咧明年度，请大家来注意。明年的月历已经伫4楼啊，伫第4条，伫4楼的交易厅，一号咱来摕一本就好。圣诞歌有预定，预定是22块，请买登记伫咧6楼的办公室。今仔日就爱杂志，今仔日就爱杂志。明年度的合会酒册，我请各部各团契来备办的内容，伫咧明年的1月12号中昼12点，一定爱交代办公室。具体的消息，李金队姐妹蒙主温调，咧定咧12月14号拜六上午8点，伫咧桃园殡仪馆赤美堂来举行日暮火化的礼拜。上午11点30分，伫咧天品山庄举行告别安放礼拜，求圣神来保守安慰遗族。第4页遮圣诞节系列活动，咱会当看讲咱的圣诞晚会倒数计时，咱每一天拢有短片，欢迎大家来追踪咱教会 IG、Instagram、甲 FB、Facebook、甲 YouTube 顶面拢有几若天以前已经开始咧倒数，即嘛是第18天了，应该是18天了。昨天是19天，倒数19天。咱家己来看，咱遮会去感谢咱少年朋友，咱将咱的制作，每一个团契，我相信足侪人拢有收到，来制作影片。昨昏是一个访问，在台大校园的访问。好，报佳音，请到咱办公室来登记，请到办公室来登记。都有今年圣诞的礼拜，正礼拜有爱餐，有爱餐。好，以上报告，请牧师。我伫遮补充报告几项代志头一项就是咱今日下晡1点，欢迎咱大家有兴趣，请咱会当做伙来参与服务团契所举办的这个专讲。我相信会互咱有一寡新的想法。嘛会当互咱特别甲咱的囡仔咧斗阵的时阵，鼓励咱一寡少年的夫妻教养遮个囡仔的时阵，会当有一寡观念会改变甲修正。大段咱已经透过慧明长老已经有小可报告咱教会今年的圣诞活动，所以咱的报佳音的报名要到今仔日早起，所以请咱想讲会当
互我带队去报名吼，啊，有的人是私底下讲啦吼，啊无报名，总是我介绍明仔载就第一场啊吼，吼啊，总是愿上帝帮咱啊也祝福，互咱不管是同我讲，还是办公室讲吼，就是会当互阮去到厝内底来报佳音，啊嘛邀请兄弟姊妹做伙来。上尾是大家补充报告，我顶礼拜咧报告时并无真清楚，就是你金队姊妹伫2礼拜前来过身吼，2礼拜前的拜五来过身，有真侪兄弟姊妹咧问我讲，伊是啥物人？吼因为即个伊听起来是差不多10冬前，捌伫咱的教会持续聚会真长的时间。总是伊介绍当时是状况是伊当时有工课，所以通常就是来做礼拜听讲到奉献了就随走啊，所以无甲咱的兄弟姊妹有较侪熟悉。总是伊是我后来是透过俊雄长老较知影，所以顶3、4礼拜吼，阮又来像是阮也有去厝里探访。伊不过这边来是咱是得到这个大肠癌的末期所以后来的甲伊参详的刷伊的会籍对台南中会口鼻教会来到咱的教会，然后刷来伫咱的教会来处理这个后壁的情形，所以欢迎咱刷落去下拜六早起是8点会伫汤殡仪馆遮举行日幕甲火化。然后因已经伫天平山庄已经讲好势，所以假使咱到时阵也会使，嘛会使做伙去到天平山庄去参与伊的这个个别礼拜甲暗红礼拜，愿上帝帮咱扶持引带。伫遮我嘛来恭喜伫昨伫咱教会举行结婚礼拜的新人啦吼，所以咱请因徛起来吼，互咱大家拍鼓因家庭起来哈，民风兄好，对，欢迎哈。他们昨天刚刚结婚，咱爱恭喜因啦吼，咱等下看到因的时候，爱特别来恭喜因昨昏结婚吼，今仔日开始组成新的家庭，开始一个新的家庭的生命，愿上帝祝福就甲恁做伙伫地。报告吼，这个单张就是咱这边圣诞节吼，会当摕这张来邀请咱的亲戚好朋友。另外一张吼，足大张的吼，这新竹中通讯吼，即摆应该足大张的吼，互咱的长辈咱看较清楚的。这顶面佫一篇文章是咱牧师议长的家书，咱详细来看，会当来读吼，这是竹中通讯。好，咱的吟诗402首，会将车起立。恳求主领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去保护，假使我仍然欠比时正，当我大日遵守你改变，互我的黑暗中最刚强，对吹引带是未来。这是我人生的千万。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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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请听圣歌队的祝歌。甲灭倒。平安礼，互相请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